大家好，我係 Chloe， 歡迎你收睇英國生活快報。今日係8月6號，星期四，一齊去了解今日英國最值得你知道嘅幾件事同天氣。移民留心，10月起外賣或兼職工作權嚴查，做錯隨時違法。10月28日預算案揭盅，加稅、削福利，恐震撼全英。夏季能源費暴升1成3，全英欠款逼近48億英鎊。警方出動隱形鑑證噴霧，危駕電動車騎士無所遁形。9歲女童工業區重傷亡，父親被控3名同行者送院。5000囚犯或提早出獄，嚴重家暴犯未被全面剔除。今日英國大部分地區較乾爽，多雲，間中有陽光，只有少數地方出現短暫驟雨。北部雲量較多，南部陽光比較充足，日間17度至24度，夜晚11度至17度，風速每小時10至25公里，屬微風至和緩，北部及沿岸陣風可達40至50公里。朝早出門會有少少涼意，記得帶件薄外套。北部朋友最好準備雨傘，南部亦要注意防曬同補充水分。移民留心10月起外賣或兼職工作權嚴查，做錯隨時違法。外賣員、散工同零工平台工作者要特別留意。由2026年10月1日起，英國將正式收緊工作權審查，平台話你係自僱，就未必再可以避過檢查。根據英國內政部同 Gova，UK 公佈新制度會首次將法定 Right to Work 檢查擴展至個人分判商、零工經濟工作者、職業中介以及為客戶配對服務人員嘅網上平台，涵蓋行業包括外賣、速遞、建築、倉務、美容院同其他零時合約工作。換句話講 ，Deliveroo、Uber Eats、Just Eat 這一類平台，日後安排工作之前，需要確認真正接單嗰個人有冇合法工作權。就算合約容許夜人頂替，替工本身亦唔可以冇經審查。過往有人租用其他人嘅外賣戶口接單。新例正正係針對呢類漏洞。審查一般可以透過政府網上系統，使用 share code 加出生日期完成，有時亦需要查閱合資格文件，或者使用內政部 Employer Checking Service。持有限期簽證嘅人士更要留意自己可做嘅工種同每星期工作時數限制。政府數據顯示，由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非法工作拘捕人數增加6成3，達到8000人；執法巡查增加5成1，達到11000次。超過1050名被查獲人士，其後被遣返或遞解離境。公司如果冇做好檢查，每名非法工作者最高可被罰6萬英鎊。明知對方冇工作權，仍然聘用，負責人更加可能被判監5年及面對無上限罰款。所以有合法身份都唔代表任何工作一定可以做。開工之前一定要核對簽證條件，千祈唔好借出、租用或者共用外賣平台戶口。10月28日預算案揭盅，加稅削福利恐震撼全英。全英打工仔、退休人士同做生意嘅朋友，10月28日可能係今年最影響你荷包嘅一日。根據路透社同英國衛報報道，新任財相 John Healey 已經確認會喺2026年10月28日發表佢上任後第一份財政預算案。呢份預算案將會揭曉新政府點樣處理稅收、福利、公共開支同國家借貸。財相表示，
政府會繼續遵守財政規則，目標係用稅收支付日常公共開支，同時將更多資金同權力下放俾英國各個地區。但問題係，政府財政空間相當有限，仲要應付國防、社會護理同生活成本援助等龐大開支。預算責任辦公室春季預測顯示，英國2026至2027年度公共借貸估計仍然高達1155億英鎊，公共淨債務就可能超過30530億英鎊，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94.8%。呢啲數字意味政府要減開支、增加借貸或者找新收入來源，三方面至少要揀一樣。市場而家關注政府會唔會調整物業、資產增值或者遺產相關稅項，以及福利開支會唔會再有改動。不過大家要留意，呢啲目前仍然只係外界推測，財相未正式公布任何新加稅名單。所以有自雇收入、出租物業、投資、退休金或者正在領取福利嘅家庭，10月28日一定要密切留意，因為新政策隨時直接影響你下年度實際可用收入。夏季能源費暴升1成3，全英欠款逼近48億英鎊。夏天明明唔使長開暖氣，英國家庭能源賬單竟然照樣暴升，仲有數十億英鎊欠款未解決，最後隨時全體用戶一齊埋單。根據英國能源監管機構 Ofgem 同英國衛報報道，由2026年7月1日起，能源價格上限已經上調1成3，係4年以來最大嘅夏季升幅。以使用煤氣加電力，並以自動轉賬付款嘅典型家庭計算，年度參考賬單由1641英鎊升至1862英鎊，即係一年增加221英鎊，平均每個月多交大約18英鎊。今次加價主要受到國際衝突推高批發煤氣成本影響，當中煤氣賬單平均升幅高達2成4，電費就上升大約5%。不過已經簽咗定價合約嘅用戶，暫時唔會直接受到今次價格上限調整影響。更令人擔心嘅係，Ofgem 最新數據顯示，家庭未繳能源賬單喺3個月內再增加2億4千萬英鎊，總額創歷史新高，逼近48億英鎊。能源業界估計，實際消費者欠款可能已達55億英鎊，年底前更加可能衝上70億英鎊。欠款並唔會憑空消失，供應商部分追討同壞賬成本，最終可能透過能源收費分攤俾其他用戶。所以收到賬單後，發現無力付款，千祈唔好完全唔理，應該盡快聯絡能源公司，要求按收入制定還款計劃，避免欠款越滾越大。警方出動隱形鑑證噴霧，危駕電動車騎士無所遁形。危險駕駛，電動單車同滑板車以為戴住口罩，拉低帽頭，避開警車就可以走甩。英國警方而家出動一種隱形鑑證噴霧，唔使高速追車，都有機會將騎士同案發現場直接連結。根據北威爾斯警方官方公布，警方喺 Rutland 同 Denbighshire Coastal 地區為前線警員配備 SmartTag 鑑證噴霧，重點打擊非法電動滑板車、單車危駕以及相關反社會行為。呢種噴霧並唔係抽取疑犯真正嘅人體 DNA， 而係含有獨一無二鑑證編碼嘅水性標記液。警員可以向逃走騎士、衣物同車輛噴射，標記肉眼未必睇到，但之後用紫外光照射就會顯示出黃色痕跡。
每一罐噴霧都有獨立編碼。警方日後截查疑犯時，可以將衣物或者車上嘅標記對應返某一次事故時間同地點，成為調查證據。警方話，部分騎士高速衝上行人路，又用口罩同帽遮住樣，傳統追截可能危及途人。警員同騎士自己隱形噴霧就可以先標記後追查，減少街頭高速追逐風險。計劃屬於 Operation Flume 一部分。警方亦指出，非法電動單車同滑板車除咗涉及滋擾，亦經常同毒品供應、盜竊及其他罪案有關。9歲女童工業區重傷亡，父親被控3名同行者送院。蘇格蘭一個海邊小鎮發生一宗令人心碎嘅9歲女童死亡案。女童原本同家人外出露營，點知凌晨被人發現重傷，倒臥工業區，其後送院搶救不治。一名35歲男子已經被警方起訴。根據英國衛報Sky News 同蘇格蘭警方公開資料，事件發生喺 Arbroath 嘅 Elliott Industrial Estate。2026年8月3日凌晨12點02分，警方接報到場，發現一名9歲女童身受重傷，隨即將佢送往Dundee嘅 Nine Wells Hospital， 但女童其後證實死亡。報道指，女童一家由西約克郡前往蘇格蘭，事發前曾經喺工業區附近搭起小型帳篷露營。另外有3名同行人士同樣被送院檢查，警方就未有公布佢哋身份同受傷詳情。警方表示，一名35歲男子已經被捕及起訴，佢同女童互相認識，而警方目前並無追尋其他涉案人士。案件現正列作可疑死亡，由重大調查組深入追查。不過大家要留意，警方至今未公開女童確實死因、受傷原因，亦未公布男子面對嘅詳細控罪，所以現階段只可以講男子被控同女童死亡有關，唔可以未審先判，更加唔應該喺網上散播未經證實嘅講法。5000囚犯或提早出獄，嚴重家暴犯未被全面剔除。英國監獄提前放人計劃再爆巨大爭議，部分涉及嚴重家暴嘅囚犯仍然可能提早離開監獄，令唔少受害人擔心施虐者突然再次出現。根據英國泰晤士報、衛報同英國國會公開資料，政府為咗舒緩英格蘭同威爾斯監獄逼爆危機，正推行新嘅刑期安排。原本約有6000名囚犯可能受影響，政府喺輿論壓力下收緊規則，剔除約1000名強姦犯、嚴重兒童性罪犯同誘騙集團罪犯，剩低大約5000人可能符合提前釋放資格。但最具爭議嘅地方係，部分因誤殺、嚴重家暴或者其他暴力罪行被判監嘅犯人，仍然未被全面排除。英國家暴事務專員警告，家暴施虐者往往長期針對同控制同一名受害人，提前出獄可能令受害人再次面對跟蹤、威脅甚至人身危險。新安排原定喺2026年9月實施，涉及較嚴重犯人嘅部分，現時延遲至10月，俾感化部門更多時間制定風險管理安排，同埋通知受害人。政府表示，合資格受害人可以要求加入禁足區、指定住所、電子腳鐐、限制接觸同披露新伴侶等牌照條件。犯人一旦違反條件，可以被召返監獄。由2026年9月開始，家暴施虐者電子監察計劃亦會由8個感化地區擴展至英格蘭同威爾斯全部12個地區。今日嘅英國生活快報就到呢度。想每日快速掌握英國最新消息，
記得 like、訂閱同開啟通知。我係 Chloe，聽日再見。